Kelly to find out welcome back。大家好，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这期视频我们不讲故事，不介绍毛利文化，而是讲一讲毛利语。那么今天的视频，我想给大家带来几个在学习毛利语过程中一些非常实用的表达。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那么第一句，我想给大家带来的就是Dena miete moyano， 它的意思是，请可以再说一遍吗？或者是可以请再做一次吗？在这句话里面 Dena 是请的意思， miete 是做或去做的意思， moi 是一个方向性的动词，指的是朝向自己， ano 是 again 又一次再一次的意思，所以连起来 Dena miete moyano 就是可以再做一次或可以再说一次吗？ Dena miete moyano。好，下一句 Dena chiata koreru， 它的意思是请你慢一点说。而这句话中 Dena 还是请的意思，而 ata 是慢慢的缓慢的意思，而 koreru 是说话交流的意思。当我们在练习毛利语发现对方说话速度较快，我们可以向对方提出请求 Dena chiata koreru， 请慢一点讲。下一句，这句话我用的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个人认为它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它叫 kaoryo ite marama， 它的意思是我不太明白。首先在这句话中 kaore 是否定的意思，这里是代表我自己的意思。ite marama 这里是明白理解的意思。kaoryo ite marama 我不明白。所以如果你想表达我没有听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可以直接用这句话，比我们摇头或者是待在那里更加的清楚。下一个它是一个非常常用的句式，叫 kei here。 用 kei here 提问，一般后面加地点，比如说 kei here nga faripaku， kei here 的意思是在哪里，是哪里，而在我的例句中 nga faripaku 就是卫生间洗漱室的意思。当我们在一个场景中练习问路对话的时候，我们可以问 kei here， 以此类推。接下来是询问时间 kei te hate wa， 在这里面 wa 代表时间， kei te hate wa 是在询问时间几点钟。然后这句话的回答就结合我们之前学过的数字，比如说现在是5点钟，我们可以回答 kotere mate wa rima 5，现在是5点钟 kotere mate wa。 下一句话询问价格或多少钱 heahate utu， 在这里 heaha 还是疑问句多少，它相当于英语中的 how much， te utu 是价格或费用，所以这句话当询问价格的时候可以直接使用。这5句话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用来练习。如果你正在学习毛利语，并在日常生活中尝试使用它们，这几句话一定会帮到你的学习。那这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かけてやの